那应该，嗯，继续的了。那么今天主要讲对，的内容呢，가장中国学吧给那么有点的前辈呢，按照上一对，次课程中国接续的上面给讲到，团上依据的面给团是88尊者什么就不的对，要义那咱们上面什么里面的就科判是分为三个部分，就是可以说简要说前言、正文跟结语，主要讲到的是正文。那么正文这里又分为两个部分，就是在还没有依止成为规范师之前要如何做，还有在依止成为规范师之后要如何做。那么前面在还没有依止成为规范师之前该怎么做？又分为三个部分，就是总释、祈请规范师的方法，还有别述该如何对待在家人和新出家者，还有第三，为建立互信而互相观察。那么这里我们今天要讲的是第三个部分，就是为了建立信任而相互观察。那在讲这个部分，相互观察，那么又分为两个，就是需要互相观察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要相互观察？还有第二个，要相互观察什么？就是相互观察的性相，所观察的相是什么？那么在观察的原因这个部分，又可以分为两个。就是讲到这个部分。那么再来，如果看到宗喀巴大师他的注解里面的科判，我们之前也有引用到，那么主要就是有主要的正文部分哦，有提到三个部分：依止上师的方法，还有宣说依止法的时候，还有宣说之后要等等的内容哦。然后然后总之里面就有提到，所应恭敬上师的理证哦，还有修恭敬的方法，还有观察所恭敬的敬，还有能依者。那在这里面呢，观察所恭敬的敬跟能依者啊，有观察的原因，还有观察之后应取舍的方法。所以这里讲到都是一样的，所应观察的原因是什么？所以总之颂文就是这个。上师给予其弟子同等释怀于世句，勤勇规范及弟子最初应互相观察。那么这主要就讲到为什么互相师徒之间要做观察的原因。那这里是投影是一些对比的一些文字。那么在讲这个颂文的时候，首先我们谈一下，在上一堂课我们引用到《十论金刚序》的这个注解，就是无垢光注那里面有一个内容，当时提到说，当时说有一些人呢，在修持密乘的时候他们会说，就是他们所依止的跟随领受灌顶教授的这个上师他们是怎么依止的呢？啊，就按照序典中的一些序典中说，就是依据这些上师功德只要依据就是这些。就说不需要观察，总之就是说不需要看他的功德，过患，只要想他的功德就好。或者说看到课程中上次谈到已能获得圣灌顶，如是金刚规范师十方诸如来30现前为作礼就用这样的话来说就不用理会或观察上师有没有功德。那上一堂课有谈到过，这些话会说这样的话，其实是根本不懂密乘所说依止上师的方法的一些愚蠢的话。
所以其实我们说，在进入这个密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要依止的上师跟随他，接受灌顶这样的一位上师哦，这样的一位规范师，我们必须要观察他。那这是佛陀或者说金刚持哦，他说的非常清楚的。就像《施世法五十颂》里面就提到说，比如说无有悲悯而愤毒等等啊这样的内容，我们后面也会提到的。所以在无垢光注里面呢，也有提到的这一段话，就是说，在不止说在还没有依止上师之前，就应该要好好观察，甚至呢，在依止了上师之后，如果说知道说上师他不惧得恨的话，那么也应该要，比如说这个和颜悦色的，然后也不要说马上就这个口出恶言的说上师你没有功德等等，而也要非常和颜悦色的，总之要以善巧方便的这种方式哦，然后总之呢，保持这个距离，甚至呢可能用一些方便，甚至供养一些财物啊等等，令他高兴哦等等，总之保持距离。总之呢，接着也不用继续跟随他。所以就像这里说，还没有依止之前要好好观察，但同样依止了之后，如果发现上师不具德的话，也不要口出恶言，而是要和颜悦色的。那要善巧的就跟他保持距离了，总之不要继续跟随了。所以总之呢，观察呢是很重要的。所以如果说观察不重要的话我在这里呢也不会特别强调观察它的重要性所以在这里呢，我们这里就会有一个疑问：难道说观察这件事？但这里就会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真的能够正确的去观察一个人吗？我们真的能够去测知一个人他的心吗？比如说一个人他到底是具有功德，还是有怎么样的过患？或者说，我们真的能够透过一个人他的外在的行为去测知一个人的心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所谓的功德跟过患，不是说外在的这些外相，我们想要知道的是他的内心。因为很多时候，有些人他的外相并不是真的他内心的实际的情况的，所以很多时候他真的内心你是很难去测知的。所以到底这里的问题就是说，我们是真的能够测知到一个人内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情况的吗？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的话，的确这是一个蛮重要的问题。如果我们觉得说是可以的话，也就是说，我们是可以这个测知评判一个人的功过的话，那为什么佛陀却在比如说《阿含经》当中有这么提到一段话说，一个人不应该评估另外一个人。他说：比丘，一个人如果评估另外一个人，他将会有过失。他说：比丘，如果是我或者像我一样的人才能够评估他人，有这样一段话。
所以佛陀当时就对比丘们说，他就说，意思就是说，一个人不应该随便的去这样去臆测，或者说去评估，或者说透过，比如说可能透过他外在的行为或者透过他一些外在的一些行为就去看，去说这个人他是好是坏等等。所以佛陀当时就说，比丘如果这样子马上去评估一个人的话呢，这是很危险的。但他就说，比丘，如果是像我，就是我是佛陀，那么才可能够正确的评估一个人。他就佛陀当时有这样子说。所以总之，佛陀当时是说不要这样子评估别人的。另外呢，在中文的这个经典中，就是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当中，这藏文是没有的。就《大智度论》呢，当中也曾引用这个杂阿含经，也有记载这么一段，就是当时佛陀呢就对这个波斯匿王他所说有四不可轻，他就说这个太子呢虽小，当为国王是不可轻。因为波斯匿王是国王嘛，所以他就先用这个比喻，他就说太子呢虽然年纪尚小，但是未来呢也会成为国王的，所以这个太子也是不可以轻视他的。所以这样一个比喻，波斯匿王一听，他应该是懂的。就像太子，你的小孩，那如果将来你现在轻视他，将来他当国王的话呢，那你就麻烦了。第二个比喻就是蛇子虽小，尤其印度呢，这个蛇也是很多的。它蛇子虽小呢，毒能杀人，亦不可轻。那第三个比喻是说，小火虽为，能烧山野，所以又不可轻。所以同样呢，就用这三个比喻呢，最主要佛陀是在说第四个，就说沙弥呢虽小，也不要轻视他，而且说他是最不可轻。为什么呢？因为得胜神通，就将来呢，他也会得证圣果的，将来也会有神通，具备神通的，所以说会得到得胜神通，最不可轻。所以总之呢，这一段它意思就是说，我们呢不能够小看别人，也不能够随便的去评价这个他人。比如说这个人是好是坏，随便的去评价他人不应该这么做。因为呢，到底别人心里是怎么想的，或者到底这个人他有没有什么功德，到底他具备怎么样的能力，他有多么厉害
甚至他到底是不是佛菩萨的化现，我们是都不知道的。很多时候，现在我们看起来很普通，甚至非常的贫困、贫穷，可能没有饭吃、没衣服穿的人，未来呢，可能都变得富可敌国呢。所以现在我们都不应该小看任何人。所以就像现在我们做生意也是这样，就像我们对待这个顾客，或是无论任何顾客来，我们都不应该这个人穿的比较好，我们就对他比较好；穿的比较这个随便的，或者就比较轻视他，就觉得这个人没什么钱，就不太招待他，不太理会他，不行这样。因为很多时候真的很有钱的人，他反而穿得非常的朴素，非常的简朴，甚至有的人可能他故意穿的就是穿得很朴素，他就穿得很简单，但是呢，他却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富有的，最后可能他反而是买的非常的多的。所以就像做生意，就是商店里面也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很多时候他们做生意对待顾客也是这样子的，就是要平等的对待所有的顾客的。这是一般的举的一个例子，一个比喻。另外，我们再看到佛经里面，像在定量论里面有这么一段话说，没有任何因素可以确定他人的过患跟功德。这段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意思就是说，一个可以100%证明他人心中功德跟过失的这种逻辑跟推论是不存在的。同样呢，能够得知他人心中功德与过失的这种直接的经验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如果有人说，还是可以透过某个人的言谈举止的这种表现，来判断他的功过呢？比如说，透过他的行为啊、语言，那比如说，因为他真的心中是怎么样，我们无法直接经验或推断，但我们可以透过他的身口、行为、语言来推知的话呢，但这也是不一定的。为什么呢？因为大部分他身语的表现也很难透过这个来表现、来推知的，因为呢，大部分身语的这个表现呢，也都是他，也都是他的心造作出来的。譬如说，有的时候他其实是有贪嗔的，但是呢，他却假装出来没有贪嗔的行为。他其实是，或者说他是没有贪嗔的，但是他却假装出有贪嗔的这种言行。所以呢，很多时候他的言行是假装出来的，所以你很难透过一个人他的言行，去100%的去判断说，他的内心真的是具有贪心或嗔心。比如说某个人，你说他真的那么坏，但你很难说他真的内心真的那么坏。或者你有时候你说，他言行真的那么好，你就说这个人真的这么好，你也很难这么说，因为他可能内心其实是并不好的。所以呢，你没有办法以某个人他身体跟语言的表现作为一个很有效的一个凭据或根据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不应该执着说这种某个人他短暂的这种外在的这种行为的表现，或者说外在的行为的变化，而应该去专注的、深入的是什么呢？
就是去对他去不断的去做观察，这个才是去熟悉他，去熟悉这个人哦，才是最重要的。不然我们常常都是去很执着于他短暂的那种外在的刹那刹那那种短暂的外在的变化，我们都很少去愿意花时间去长时间的去熟悉某个人哦，去观察他，去熟悉他，所以你也很难真的去了解一个人。所以呢，你可以看到经论当中所说的，的确是很有道理的。所以总之呢，都是在说很，如果你真的要去，接着就说，如果你接着就说，如果你真的要去评估一个人的话呢，那么你就必须要透过8种观察方式去观察他。那接着这就说，百叶经当中就有提到，那么透过了比如说行为，还有他的行径，就是他的行为是怎么样，还有第二个就是他的行径，就他会去哪些地方。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喜欢去餐厅啊，比如说有些人他很喜欢去这个酒吧，或者去什么什么地方等等。再来第三个就是透过他的亲人是怎么样的，然后来来看。再来第四个看他的朋友是怎么，他的朋友是怎么样。再来第五个看他的生活作息是怎么样的。他的生活作息是善还是恶？然后再来呢，他的所闻是怎么样的？这个意思呢，大概是说，就说他常常喜欢，是不是喜欢听法呢？或者说，那这代表可能就是他是一个比较善的人吧？或者说，譬如说，他喜欢阅读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啊，等等等等，大概可以这样来理解。还有他的深夜、他的雨夜等等哦。所以总之呢，透过这8种8个部分去观察这个人，然后就能够大概知道，这个人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不然的话呢，大概经典都是说，我们不应该一个人他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过错，我们就说这个人是一个不好的人。因为我们常常都应该设身处地的为别人想啊，意思就是说，自己也常常都有很多过错，不是吗？所以不能够说别人有一点过错，就说别人是一个坏人。当然也不能够完全没有标准，就说就因为很难说，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标准嘛。那这样就给那些很多坏人一个机会了。的确，一部分是说，一个人呢不应该去评估一个人，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来说，也的确我们要注意跟小心也的确要有智慧，透过8种观察方式要有智慧的去评估别人，所以要小心，要有智慧去评估别人。总之呢，都是要谨慎的，不要去太太随便的，或者说太这种
恣意的、太大意的，就说别人，随意的去批评别人。那么接着这个时候，我们再看印度的释南当中是怎么说的呢？那么就是说一样，就是说师徒要互相的做观察。那么最主要就是这观察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要看适不适合做建立师徒的关系。那这里观察者是谁呢？是勤勇者，那也就是具有智慧还有知识的人。换句话说，双方在观察的时候，不就是迷迷糊糊的，或者说就是一种这种迷信的状态之下哦，就我相信你了，就这样子，不是的。所以在颂文当中呢，就说要勤勇哦，换句话说，就是要有智慧，也要具备知识的去互相观察。所以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比如说上师观察弟子的时候，要从弟子的服装啊，还有他的言谈呐、还有行为各个方面去观察这个弟子的心念是不是清净，然后观察他是不是真的想要医治，或者说上师也可以找到一些跟这个弟子比较熟悉的人，比如说他的朋友啊等等，来打听他的情况。所以总之呢，透过各种方法要做很详尽的、比较全面的来观察，就能够知道，重点就是说知道到底他的动机是什么，就是说他为什么想要学佛，这个动机是什么，他的目的是什么，这是我们就能够知道。所以这里比较重要的就是，当上师他要摄受这个弟子嘛，他要带领这个弟子，而弟子他要跟随这位上师的这个动机就是这个上师他首先需要知道的。那这样观察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很多世间人的心其实都是不清净的。因为像很多人呢，他们其实并不想要真的侍奉上师换句话说，他们并不想要这个修行，然后就想要得到成就，有点是想那种不劳而获，就想直接得到成就，就有点像这个国王一样就像国王好像什么都不做，然后就具备一切的享受一切荣华富贵一样。所以其实很多世间人的心他是这样子的，是不太清净的，就说，都有这种不劳而获的心，尤其在想修持密法的时候，就觉得好像什么都不太做，就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得到这种大的成就、大的力量，甚至不要侍奉上师，也不怎么努力修持，就得到这种成果。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那个上师就更是要观察这个弟子到底他的心是不是清净的。如果是清净的话，才可以建立师徒关系。
所以就像是上师观察弟子一样，接着弟子呢也要对于上师做全面的观察。那为什么说弟子也要这样对上师做观察呢？也是一样的，因为大多的世间人呢，心念呢也都是不清净的。因为很多世间的人啊，心是不清净的，所以很多人会，比如说自称是上师、规范师，然后用可能各种花言巧语哦，就说由于他们执着自己的利益，然后结果讲了一些不正确的法，然后来欺骗别人。所以呢，弟子也是要观察上师他的心念是不是清净，是不是真的关心弟子啊？这个观察也是很重要的。如果说弟子他依止的上师，如果不清净的话呢，今生就不要以他为师。如果说不亲近的上师和弟子建立了关系的话，那这两个人会怎么样呢？这里接着宋文就说：师坏于事具，而且说同等师坏于事具。这个同等的意思就是说，双方都同样会师坏事具。那事具或者说三昧耶哦，那这有很多种解释哦，我们这一次就时间关系就不多说。总之呢，意思就是说，上师跟弟子都会违背事具，违反事具。也就是说，未来呢都会有恶果的，都会受苦的，得到这个苦果的。所以说，比如说一个具备不清净动机的弟子，也不应该，上师就不应该摄受这样的弟子。如果有一个动机不清净的上师，弟子也不应该依止那样的上师，因为那样子弟子会很糟糕。那同样，如果上师受了不清净的弟子，上师自己也会违背三昧耶戒。所以说，这是同等施坏于世具的意思。平时呢，我们心中会想着，我们会想要某个上师，可能有的人心中想的是，我想要的是一个很有修行的上师，比如说比较严厉的上师。有的人想要找寻的是比较慈悲的上师，比较不太严厉的上师等等哦。每个人可能不同。比如说世间来讲，比如说你在找一个伴侣吧，有的人会想说，也都会有一个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想法。有的人会想的个子是比较高的，有的人会想的是一个比较稳定的。总之，每个人会有一个不同的想法。
对，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那个最开始想找的那个心哦，它就会引导你，就会找到那样的一个对象。所以你最开始的动机是什么是很重要的。好，接着呢，我们再看的是至尊查巴讲僧他的一个注解哦，意思差不多，也是说在建立师徒关系之前呢，互相一定要相互做观察的。他就说，如果说没有观察就建立关系的话呢，很有可能会违背这个誓言的誓句的，所以说要相互观察的。再来，宗喀巴大师的注解也差不多是这样的内容，所以意思就是说，要观察所恭敬敬，还有能依者两者哦。在还没有建立关系之前，是能够不观察就建立关系呢，还是要观察之后才建立关系呢？那就必须要做观察的。宗喀巴大师这样说。也就是说，在还未得到金刚乘恩德之前啊，赐予者要观察领受者是否具备这个德行，是否为法器。就是说，这个上师哦，要观察这个弟子是否具备德行，是否为法器。同样，这个领受者就是弟子，也要观察这个赐予者上师有没有具备这个德行等等。所以，如果不做观察，随随便便就建立关系的话，上师会因为对于非法器者传授秘法而失毁这个誓句，而弟子呢，也会因为对于领受的誓句无法持守而失毁这个誓句。总之呢，就说双方呢都会违背这个誓句的，不会因为就是上师不会例外的，不会他是上师，他就例外，不会的。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是观察是很重要的。然后，所以《金刚续慢》中也提到，有如狮子乳哦，不应制土器；尊贵于伽序，不应施法器。所以就举个例子哦，比如说就像一个容器哦，那么就像一个很好吃的一个食物，如果说随便放置在一个容器当中也是不行的。所以如果说是一个有漏的容器的话，那么再好吃的东西放在里面呢，它也全部都漏掉了，也都浪费了。那同样，如果容器里面是有毒的话，那更糟糕了。那这个再好吃的东西呢，全都变质了，甚至是有害的了。那同样，如果这个容器它是倒过来的话，那更是什么东西都倒不进去了。所以说，这是指这个弟子哦，他到底是不是这个法器？所以，好的食物、好的东西哦，比如说米其林餐厅吧，它里面总是我也去过几家，像他们里面常常那个摆盘摆得很漂亮，好大一盘，里面它那个食物才那么一点点。
可能是一种艺术吧。好大一盘里面，总之呢，摆盘摆得非常漂亮，然后就是那么一点点，有时候我都不知道到底哪些是可以吃的，有的时候上面还放了一颗小石头，我都不知道哪个是可以吃的，结果把那个石头一吃，这个牙齿都都都快碎了，所以有时候都要先问一下，这个到底哪个是可以吃的。所以总之呢，就是想到说，哦，要放好的这个食品、食物的时候，也都需要好的一个容器。所以讲回来哦，就说好的佛法，你就必须真的要有好的一个容器哦，就是说好的弟子，你才能够接得了哦这样子的佛法。换在上师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这样子好的法也不能够随便给到这个不是法器的弟子。比如说空性的这样一个法教，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是非常甚深的。但是它也不能够，因为它很重要，就随便的，很甚深，就随便的给所有的人。尤其是密法哦，更是要看这个根器哦，然后来给予这个他人。事实上，事实上，我们说佛法也是要看因缘观机斗教的，也不是说所有人都适合的。虽然我们自己觉得佛法很好，但也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不是吗？比如说大乘佛法吧，我们也觉得很好，很重要，但的确也并不是适合所有人。那更不用说密乘法更是这样，它是这么的甚深，我们会觉得它是这么的殊胜，这么的甚深。那我们也不可能要求所有人你都一定要修，因为它这么重要。我们更是必须要看因缘，看这个人他是不是真的适合这个法，才对他说的。所以，真的在佛法的弘扬上呢，要非常的善巧的，要观机斗教的，不能够非常主观的，你觉得它重要，就让所有人都去修，不能这样的。当然，你很简单，如果你要找个方便，就说啊很重要很好，让所有人都修。但佛法的传授不是这个样子的。好的，接下来再到下一个颂文。那么我们首先看八十八尊者他的科判，就是性相的部分哦。首先讲到应舍的性相，那么就是依止这个观察的时候是什么是不应该依止的，应该舍的，有哪几个要点？那么再来宗喀巴大师的科判哦，那么依止上师的时候呢，他也是应该舍的相有什么？因为刚刚上一个颂文是为什么需要做观察的原因嘛，所以接下来这个颂文两个科班谈的都是那观察的时候，那什么是应该舍弃的相是什么呢？聚会弟子不应从无有悲悯而愤毒，共高贪着不守护，自矜而发为上师。那这个印度的注解哦，《世师法释难》里面，它的颂文和就是藏文的主颂啊，是有一些不同的。就是藏文里面呢，
说或者中文译本也是这样，就聚会弟子不应从，他是站在弟子的角度，不应从。但是梵文里面呢，它并不是只从弟子的角度去说的，但其实梵文里面它是双方的角度都说的，就说这里面的7个问题呢，是说就说具备这7个问题的人呢，是不应该出现在师徒的关系里面的，它是这样的意思的。所以梵文的主颂里面的意思是这样的，就不细说。好，首先呢，我们看印度注解哦。所以首先这个里面，所以首先谈到有这7个问题哦的话呢，如果弟子具备了这样7个问题的话，上师就不应该摄受这样的人为弟子。那么这里的7个主要的问题呢，特点、重点是有哪几个呢？这是投影哦。聚会弟子不应从，无有悲悯而奋读等等。首先呢，无有悲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没有想要希望众生远离痛苦和痛苦的因，这是没有悲悯的意思。再来愤的意思呢是愤怒，然后脾气暴躁的意思。然后呢，随时呢，马上就会这种伤害，就会想要伤害某些人，或者说就会想要伤害，造成伤害。再来毒的意思是什么呢？另外的翻译就是恚哦，或者翻译成恚，嗔恚的恚。它的意思呢是心非常的狠毒，也就是没有悲悯之心的意思。接着是贡高，也有翻译成傲慢的傲，它的意思就是贡高的意思是说，懂得一点点就自以为很了不起。我可能是知识上懂得一点，或者说有一点点姿色，就是外向上好像长得好一些，就自以为了不起等等。再来是贪着，就是想要得到别人的东西哦，想要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有。再一个呢是叫不守护，它也有翻译叫做多散乱哦，或者是无防护等等。它意思就是说很放任，然后就是非常的放任。
然后心很不稳定的意思。再来一个叫自矜而罚，它的意思有一种自负、自夸的意思，就是喜欢呢自赞毁他。比如说有些人说呢，我是最厉害的，比如说我的戒律呢是最亲近的等等，或者说我是好人，我是最好的等等。另外呢，还有另外一个圣乐金刚的一个男士，叫做名为贝马的一个士男哦。里面呢也有提到这几句话。那么他引用了一个序典的一个它主要就是引用了《圣乐金刚密序》里面一个律仪保身的一个寄颂啊，它叫做无慈悲慧怀愤，共高而贪婪，愚昧复懈怠，不辞于生命哦，甚贪求他财，世事当远离哦。所以他在这里呢举了一个例子，他这里说无有悲悯，他指的呢是连很细微的那些虫子哦，比如说小虫子呢，我们都比如说不在乎它的生命，比如说小蚊子啊，蚊子，我们有的时候都不在乎它，我一看到飞过去，我马上把它拍死了，就觉得啊飞过来就把它拍死了。就说完全不在乎这些很微小的生命的，就是这里所谓的没有悲悯。那当然，我们说人的性命，那当然我们会说这是很少人会去杀害人的性命。但我们常常会忽略的，常常就是一些很微小的生命，但那个是我们常常要注重的。就说没有悲悯的人呢，是指这一些人，就是说会那些微小的生命哦都不在乎的。再来这里的愤呢，他是说心非常的，就像上面所形容的，很脾气暴躁，然后呢，随时呢就口出恶言。毒呢，就是心非常的恶毒，心非常的狠毒，就是反正心总是非常的狠毒，非常的恶毒。尤其呢是对于出家人，
尤其对于比丘、对于出家人呢，是非常的恶毒。一看到出家人就很很很恶毒的心，是这里所谓的毒，就说这里的世难哦，这本经书里面提到。再来贡高呢，一样就说心中只要有一点点东西哦，就觉得自以为了不起。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家世很了不起啊，或者觉得自己长得好像很了不起啊，长得很厉害，或者说头发稍微怎么样，就觉得哇，长得很帅，等等等等。然后贪呢，就跟前面说的差不多，就是看到别人有什么东西好，就想要占为己有。再来不守护，就是非常的放逸。这里举例哦，就像是酒醉是一样的，就是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身口意呢都非常的放肆放逸，无法控制自己，这是所谓的不守护的意思。再来自矜而罚呢，就是自赞毁他，就这里的意思。接着呢，至尊扎巴讲彩他的注解呢是差不多的，他比较不同的地方呢是说，他是说呢，首先呢，头几个句子呢是从消极面讲的性相，上士即与其弟子同等失坏于世句，秦勇轨范及弟子最初因互相观察，这是消极面的一个形象。那么积极面的性相的颂文有两个，是聚会弟子不应从无有悲悯而奋读功高，贪着不守护，自矜而罚为上师，然后以及后面两句哦，然后等等等等。那么宗喀巴大师接着宗喀巴大师注解呢是差不多的，它里面提到说无有悲悯呢，是说不想要解脱众生的痛苦和痛苦的因，所以因此没有资格成为大乘的善知识。所以大乘的善知识最重要的根本就是悲悯，所以无有悲悯，它放在第一个是非常非常重要。再来愤是什么呢？就是嗔心非常的大。再来毒是什么呢？在言行上总是想要伤害他人，或是记仇的意思。接着贡高呢，宗喀巴大师解释是非常非常骄傲。贪着呢是贪财恋物。接着不守护呢，就是身口意的戒律上哦，非常的散漫，非常的随便。再来自矜而罚呢，是就有一点点知识，也喜欢四处的炫耀，向他人炫耀。那这里我们知道了哦，这里有一些过患，或者说要舍弃的一些问题，我们知道了。但是我们现在也的确是在末法时代，那么要找到一位具备一切功德、没有任何过患的这样一个上师，其实是非常困难的。比如说，在一部贝玛嘎波的这个注解当中哦，就有这样一个颂文哦，意思就是说呢，就说在过患和功德当中，如果要看两者谁多寡的话，我们可以一指一位
他的功德比较多的这样一位上师就可以了。另外，在苏婆呼童子请问经当中在介绍了密法同伴的各种功德要求之后，就有提到说，总之里面是提到说，上述功德的一半、1/4或1/8。总之呢，如果他上师具备了功德1/8的功德，也是可以的。还有许多噶当派祖师在教言当中也看到这样一段形容，他说，一个上师最低的标准是什么呢？就是说，此生和来生当中，他更在乎的是来生。再来，这位上师他对于法和世间两者当中，他更在乎的是法，而且他不只是口头上这样说说，他是真的发自内心的在这样子去修持，他全心的投入于这个佛法的修持，一定是要这样子的。同样，宗喀巴大师在他《密宗道次第广论》当中也提到，必不可少的相是什么呢？就藏地的很多诸贤大师都说，就是归纳说，上师要具备的相有3个：得圆满灌顶，安住三昧耶语律仪，第一个；第二个，亲见师长传承轨则，了知10种真实，善巧灌顶仪轨；第三，先修成事，获得本尊听许或未遮止，定须具此3法，实应如是。所以呢，所以我们说，我们在找的不是一个神，是一个人。无论我们是找的是上师也好，是弟子也好，所以我们在找他的特质的时候，很多时候找，好像你以为在找的是个神，不是的。要记得他是一个人，因为当你列出表来的时候，你看他的功德啊、过患的时候，比如说你到一个上师跟前，你把这个表格拿出来，对着他说，对着他去检测，如果有功德就勾一个。如果你真的要按照这样表格去勾选的话，你很难真的找到那样的上师，你很难去找到一个完全没有过患的上师。因为你真的从历史上去看的话，很多上师其实都具备了前面这样子的7个，上面谈到的7个问题。比如说像马尔巴大师好了，你可以看到他的性格可能就是嗔心极大吧，愤。马尔巴大义师，他从小的时候他的性格就非常的愤，而且他甚至也喜欢喝酒，而且呢，他甚至也会赌博，甚至呢，他也喜欢这个跟人家吵架打架。当时他好像是他的父亲还说啊，我这个小孩得要送他去好好读书，受教育一下才行，不然的话，这个长大了可成为一个可能会把人都给杀了，所以才把他送到卓密义师那里去学习受教育，不然实在是没办法的办法。因为他实在这个个性太蛮横了，所以才送他去学佛的。
虽然后来他成为这么了不起的一位大德，但你看他的性格还是那个样子，没改，没怎么改。所以后来密勒日巴医治他的时候也真的蛮凄惨的，受了很多苦。后来密勒日巴也真的出了名啊，在那个洛扎的那个地区，甚至会说那个马尔巴都疯了。可能那个大概会把他给杀了，就是说会把密勒日巴给杀了这样子。所以讲回来哦，就是说，所以讲回到师徒哦，我们在找的其实是在找一个人，我们不是在讲一个神话，在找神。所以如果要照本宣科的，或者说这样去找的话呢，是非常困难的。但另外一方面来说，有的时候有过患，其实是对我们是很有恩德的。譬如说，因为跟我们相处，因为就是因为跟我们相处在一起哦，我们这样子才能够，这是过去有这样的经验的。比如说，过去历史上啊，过去他们说噶玛巴，是非常的太尊贵了。很多那些村里面的人说，他是人吗？他可能大概不是人，大概是神吧。甚至很多人就说，这个噶玛巴大概不上厕所的，他大概不需要去上厕所的，因为他们都真的是当时有人这样说的，噶玛巴大概是不会上厕所的。所以有时候真的是想的怎么讲，太神话了，太神格化了，有的时候。所以讲回来，有的时候先讲回来啊，就是如果找善知识的时候，你讲回来比较踏实一点来想，如果你在找一个朋友的时候，你要交朋友，你会怎么找一个朋友？那其实找一位上师、善知识，他就是要带领你的一个有经验的好朋友，要到一个地方去吧，对不对？然后你得要一个你能够信赖的一个朋友，不是吗？你是会非常谨慎跟小心的，你不会随便交朋友的，不是吗？那你是会很谨慎跟小心的，那你的确会非常的谨慎跟小心的。所以的确回到你的内心，你会很仔细评估的。所以同样站在上师的角度来讲，也是这样子的，他也要带领弟子，没有那么简单的，因为他是不只是带领弟子今生，还要带领弟子的来生。他当然不是为了今生得到什么好处，他是带领弟子的今生跟来世，所以他是带着这样一个悲心而带领弟子的。所以师徒之间的动机是这个样子的。不然很多时候我们说太多这些经典里面的这些结果呢，都都都怎么讲都不踏实了，都没有办法真的很落实在实际的这个上面了。所以回到实际面上，就是我们要记得，就是实际做得到的，找上师或者找弟子上，要怎么做，这是很重要的，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
如果不从这个上面去思考的话，那么学的那些东西就只是文字了，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那我想今天大概就是这样子了。那最后我想做个结语。那么这一次的课程就是诗词法50颂，这一次能够有一个开头，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但总之这次开始的时候呢，我是感了冒，而且是比较严重的一个感冒。之前的那个新冠肺炎的时候呢，还没那么严重的，但这一次呢是真的是蛮严重的，所以我觉得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障碍。所以呢，这一次蛮多天呢没有办法上课，所以首先还是在这里跟大家说一声抱歉，跟大家说一声对不起。那最主要还是跟这个春季的这一次大家就是倪庄的辩经是相关的一个课程嘛，所以跟趁摩比丘尼的辩经相关，所以这是到了印度才开始的一个活动。那目的是希望噶举的尼众们，那最主要因为男众们有这样一个辩经的活动，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平台，能够提供给尼众们，也能够辩经学习，我觉得会非常好。当然，更重要的就是鼓励尼众吧。所以最主要真的就是希望尼众们，你们能够因为这样的一个平台大家辩经学习，真的能够激励你们。所以，如果各位没有因此而更有勇气，而更变得更有自信，然后结果是反而旁边的人好像在那边这叫什么？在那边呐喊，在那边呃努力的话呢，那就没有太大的意义了。所以，希望呢，你们要努力，要鼓起勇气，加油。所以，当然最主要目的，希望整个佛教能够兴盛。那么，当然更是希望尼众的僧团在文思修上能够真正的更加的进展哦，有所增长。尤其在未来，这个尼众的僧团，我觉得是更加的重要，越来越重要。尤其你看，不只是在藏地或者在海外，很多这个以前没有这个尼众僧团的地方，现在都有了尼众的僧团，而且越来越多了。而且或者以前有尼众僧团的地方，没有学习佛法的机会，或者没有佛学院，但现在呢，都有了佛学院，都有了受教育的这个机会，有了这样的一个更好的教育的这个条件跟环境，所以未来我觉得各位尼众们有了跟以前完全没有的这个机会，换句话说，你们有了更大的责任在身上，所以呢，你们真的要更有勇气哦，更有这个自信，也更要有努力。另外呢，还有之前我有提到过，说建立这个尼众佛学院啊，未来我也希望继续的有所进展。我觉得应该是在尼泊尔吧，也希望大家放在心上。另外附带的，在不丹
有一个寺院，月木确定寺，他们的一个旧的寺院啊，好像要因为地震的关系，然后总之很多原因，要搬迁到另外一个地方，然后一定得搬迁呢，重建。现在也有一些人呢都在帮忙，所以到目前为止很多人帮忙，所以也借此机会谢谢他们。所以如果还有人继续要帮忙的话，也希望大家能够继续支持帮忙。总之呢，大概是这样子，谢谢。最后好像会先曼达，那也不需要太广的先曼达，就是简略的就好。有点想这个问题说啊。上次我当学习下班的结束也让归去做，给我就是打给介绍帮他们接到成就些我实习必须就是些面多的最少的利息，你的一个。算给新多每天表演这个弄的，你行了绝不拉说。一些面在上班的别为想说让喇叭些民说是对兄弟些公报道，是不是民主些外面那些能关键别着能着说。得先说一个过老道的吧，就从野外得先干嘛吧，也不是给吧，先把谁抓在，该把该别把多少的，看给上上送给上，也就上这吧，你不是先把也帮到老别的那么，他现在也给说他不给给了这老马公我们上了，说的全都不是人了说。吃力到今天了，说的老毛当着外面不是今天了，今天了呢，我叫他说给把他看见公包起来。你随便找芒果肉边嘛，就说你说都当下结果那那没有说这不是今天了，你对着那甚至老婆的，现在就往这边去。妈妈这边没交代，那是路也的那种就不是这说了，你们都是确实没娘看见这。三月真主新计划的也不是电脑之外，他们说看清楚电脑之类的咱军队去。等年中有见面的明明找我他给娱乐这就是叫人不行，俺给那那些什么叫的平时下边什么的点那个不愿的为的一百。上给电报的也有那就做什么给我世界点别多空点给我找我感觉把大家老什么那不了。说的没别的不如就是些把电脑没下边电报的看你们用了的印象啊，大些马路做啥子。牛头上给撒了个巴拉熊，那说，他这里的人广大身边谈这个了，搞了当俺要么要下有什么嘞？就最低大可都干什么嘞？就是第一个羊毛啊，是吧？俺爱学啊，有些把学啥的给，这里咱们是学过还是看面多？大汉的这里俺最面积雪的呀，平原。俺就中国看长路了呀，那边都是些个人些学习，但俺老姐嘛嘞，俺都讲说，看妈妈路去养头皮呢，也不是吧？看妈妈路去，嘛对，俺这白白个中了呀，你去上班都不在家了，你去上班都不能行，那个穷路性比呢，也我们多啊，这里就啥呢？那讲说看妈妈路去，嘛，确实看没多，他老。中国가시지 양 거라 되게 그 카메라 지 좀새로 가시지 대신
用途要嘛的，俺那逻辑嘛呢个，那么这一次有几个尼众寺院可能因为一些事情没有办法来，那么但未来呢，希望所有寺院呢，尼众寺院尽量都能够参与，因为这是整体佛教的一个事情啊，所以不是某个这个 Love Run 的事情啊。所以就是这个称摩比丘尼的辩经活动啊，是整体佛教的一个事情，所以希望各个未来各个尼众寺院呢，都能够排除万难，都能够来参与。所以如果这个整体不好的话，那么个体也没有办法好哦。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知道这个重点。所以希望不久的将来呢，我自己也能够亲临这个圣摩比丘尼辩经的活动的会场，也能够这是我很大的一个心愿。那大概就是这样。然后护主诸本仁波切，谢谢你们，还有堪布、阿舍离，还有这次教导的导师们，谢谢你们，还有很多这一次前来辩经的尼众们哦，谢谢你们。好，谢谢。好，可以歌颂了。以此功德，愿证佛自性，降伏烦恼，愿敌之过患，生老病死，汹涌之波涛，愿度众生，度脱轮回海。祈愿开眼，珍贵圣乘法，无所积聚一切众福善，回向一切众生，皆得成。圣称妙法，无垢珍宝器，有集一切祥瑞缘，能人教法常住世，持守佛教诸大德，祥瑞延世其长寿。如佛悲心化身伽玛巴，如佛事业总集伽玛巴，如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诸都清烈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诸佛无尽诸都清烈其长寿。诸佛悲心化身伽玛巴，诸佛事业总集伽玛巴，诸佛灌顶补处伽玛巴，无尽诸都清烈其长寿。